继续来看彰化市一个妈妈骑机车载着2岁查囝，结果互一台未分车路驶出来的轿车压撞，两母仔囝是摔倒伫个道路中，当时佫拄啊好变青灯，真侪车是驶去行。就安尼，有一台小货车差一点点啊，就搞着这个小女童。好你家在，妈妈赶紧甲查囝捡回来，真正是生死一瞬间。轿车驶到路口，小停一下，佫驶行。这个负责人骑奥多摆行，载2岁查某囝袂互动，弄到这个母仔囝2人摔倒在地。头前路口倒变青灯，这台发财车要去行时，险险啊搞到这个囡仔，因老母赶紧甲扭转来。就吓哭了，因为就看到一个东西滚出去，然后结果发现是一个小孩，他赶快把他捉回来，不然会被那台货车后轮碾过去。后壁这台驾驶看到这个惊险的车祸，哪驶车哪靠救护车赶到现场，赶紧处理。这个老母抱囡仔，和救护人员检查伤势，加在敢若扭皮尔，送去病院无啥要紧。早起10点外，24岁姓谢的负责人骑倒摆载2岁查某囝要去托婴中心的半路。甲轿车发生车祸，疑似未礼让直行机车致交通事故，双方持照均正常，左侧值为0，详细肇事原因尚待厘清中。奥多摆车壳破去，马古米啊嘛弄歪去。依照警方调查，发生交通事故的路口的号志是4黄灯甲4红灯，轿车为路口驶出来无留意，加上车头又搁超过黄色的盲仔线，无保持路口的净空。这个负责人通过路口的时无减速，嘛无注意到头前的路况，双方拢有疏失，才会发生车祸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